佢邊一啲位置係空鼓，咁乜嘢情況之下先至係屬於 OK， 乜嘢情況之下先係唔得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室內設計師 Tidy， 歡迎大家嚟到風藝設計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， 有最新嘅影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嘅啦。咁跟住咧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乜嘢係空鼓啊，即係譬如你啲磚上邊啊，驗樓師都成日都揸住呢一支棒噶啦。因為你啲空鼓棒咧就可以敲下佢，即係 check 下佢邊一啲位置係空鼓，咁乜嘢情況之下先至係屬於 OK， 乜嘢情況之下先係唔得㗎？咁係咪真係有少少空鼓就代表成件磚唔得咧？咁又唔一定嘅喎，因為咧你做泥水嘅情況之下咧，有陣時你熱脹冷縮，一定可能會有少少係空鼓嘅。如果你一件磚入邊可能係某一個角落頭仔或者少少嘅空鼓咧，其實正常係合格嘅。咁但係如果當然啦，四邊都唔得，或者你 over 咗3點嘅，咁你嗰件磚咧就可能唔合格噶啦。咁你就可能要叫人哋咧去維修啊，或者去換一換佢噶啦。咁亦都有一啲位置咧就唔一定係需要做嘅，譬如你話牆身啊，即係廁所牆身啊有啲空鼓，如果你嗰層樓係買翻二手樓嘅，你冇諗住大裝修嘅，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件磚我想去換咗佢喎，因為佢有幾點空鼓喎，咁你如果一換佢嘅情況之下咧，你唔換晒嘅話咧，你反而會破壞呢個防水層嘅，呢樣真係又要注意下啦。嗱，如果好似驗呢一啲磚咁樣嘅情況咧，呢邊位你望落去，好靚仔喎，就試下敲下佢，實嘅聲就係咁樣嘅，跟住再敲下呢啲，空嘅。呢個位就最嚴重啦。聽唔聽到啲回音聲？實嘅，就咁樣。呢一個位置都幾嚴重。現場咧，我都睇過啲磚咧，其實好多都係空心底啦。咁但係問題都唔算太大嘅，但係最嚴重咧就係中間呢一個位置。因為中間呢個位置咧，望落去咧，一嚟個塑膠粉未執好啦，跟住之後空得好犀利。其實呢6件磚都有問題㗎啦。就咁踩上去，都有少少浮嘅呢啲位，聽得到聲嘅，啪一聲嘅，完全係嚟嘅。就呢啲位全部都啪聲嘅，即係如果 touch wood講第日一裝嘢嘅話，應該成個磚都爆嘅。所以咧，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呢6件係最嚴重嘅，其他當然都有浮啦，但係當然就其他都 OK 啦，都問題不大嘅。最主要都係呢6件，呢啲位就最嚴重啦。一嚟又高低，二嚟佢真係空心得勁，真係驚裝嘢或者擺嘢之後啫就會爆啊！當你 DIY 驗樓嘅時候咧，譬如望到呢啲。佢呢啲位咧，塑膠粉啊，佢有問題啦。跟住之後咧，你可以攞筆或者用呢啲敲下，聽唔聽到？呢啲就實㗎啦，呢啲就空㗎啦。呢個就再嚴重少少啦。空嘅，
呢個位有少少實嘅。聽到個回應聲，又或者當你自己踩落去嘅時候，聽唔聽到？即係呢一件磚咧根本有問題嘅，但係呢個成笪咧都係空心㗎。所以如果驗收嘅時候咧，你見到有呢啲咁嘅情況咧，就多數有問題啦。再加上你要敲佢咁空。零舍彈嘅，再加上你再呢個鋼頭呢度都有高低嘅，咁呢個就一定要再執㗎啦。如果大家想查詢更多有關設計、裝修同埋驗樓上嘅資訊，可以參考風藝設計嘅 Facebook、IG， 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， 有最新嘅消息就會即刻通知你嘅啦。